今日我哋就一齊去深入揭開北韓女兵背後10個最令人毛骨悚然、最不見天日嘅恐怖真相。我保證，當你慢慢聽落去，直到聽到最後第一位嗰個真相嘅時候，你會深深體會到有一種絕望，真係慘過被判死刑100倍。就算係擁有至高無上權力嘅最高領導人金正恩，面對住呢個已經腐爛到入心入肺嘅國家體制，都係完全無力去改變㗎。要徹底明白呢個猶如人間地獄般嘅悲劇係點樣開始，我哋首先要追本溯源，去探討點解北韓會有咁龐大數量嘅女兵。呢個就係我哋要揭開嘅第10個真相：極端殘酷、毫無人性嘅強制徵兵制度。喺2015年之前，北韓對於女性服兵役其實一直都係採取自願性質嘅。當時嘅社會風氣，當兵對於部分女性嚟講，可能係一個脫離貧困農村、爭取更好出身嘅途徑。但係去到2015年之後，整個國家嘅政策迎來咗一個180度嘅極端大轉變。北韓政府正式下達咗一項冷酷無情嘅國家指令，規定所有年滿17歲到20歲，只要係高中畢業嘅年輕女性，都必須要強制服兵役，而且役期長達7年。大家試諗下，點解一個自詡為強大嘅國家，會突然之間連10幾歲發育都未完全嘅女仔都唔放過，要將佢哋全部推入軍營？呢個政策背後嘅原因，其實隱藏住一段充滿血與淚嘅國家災難史。時間推回1990年代中後期，當時北韓經歷緊一場被官方美化為苦難的行軍嘅世紀大饑荒。因為蘇聯解體導致外援中斷，加上連年嘅天災同埋僵化嘅計劃，經濟徹底崩潰，全北韓陷入咗史無前例嘅糧食危機。喺嗰段暗無天日嘅歲月裏面，全國有數以百萬計嘅平民活生生咁被餓死，路有凍死骨，絕對唔係誇張嘅形容。而喺呢場饑荒之中，首當其衝、死亡率最高嘅群體，正正就係抵抗力最弱嘅幼童同埋年輕人。當時間嘅巨輪推移到2010年代，當年嗰批喺饑荒之中幸存落嚟、慢慢長大嘅男仔數量出現咗極度嚴重嘅斷層，男丁嘅數量根本遠遠唔夠填補軍隊每年龐大嘅退役空缺。北韓一直奉行先軍政治，要維持佢號稱全球第4大、擁有110幾萬常規軍隊嘅龐大軍事機器，係金氏政權維持統治同對抗外界嘅唯一籌碼。為咗填補呢個巨大嘅兵源黑洞，國家唯有將貪婪嘅魔爪伸向嗰班年僅17歲嘅少女。呢班女仔本來應該喺屋企受到父母嘅疼愛，為未來打算，但係一紙冰冷嘅徵兵令就將佢哋強行從父母身邊扯走，送入去長達7年嘅軍旅生涯。由17歲去到24歲，正正係一個女仔人生最黃金、最寶貴、最應該綻放光芒嘅青春歲月。就咁樣毫無保留、身不由己地被無情嘅國家機器一啖吞噬。官方會用盡一切愛國主義嘅言辭去包裝呢件事，洗腦佢哋話保衛最高領導人係無上嘅光榮。呢班入世未深嘅女仔，帶住對國家嘅憧憬同埋對領袖嘅狂熱入伍，以為自己真係去保家衛國，但係等待緊佢哋嘅，其實係一個深不見底、萬劫不復嘅無間地獄。當呢班滿懷熱血同憧憬嘅年輕女仔，剪去咗真愛嘅長髮，着上嗰套質地極之粗糙、剪裁完全唔啱身，甚至可能係上一代退役士兵留落嚟嘅舊軍服，踏入軍營嗰一刻，佢哋面對嘅第一個迎頭痛擊，就係我哋要講嘅第9個真相，極度嚴重，足以摧毀肉體嘅飢餓同埋長期營養不良。喺我哋一般人嘅想象入面，軍人既然肩負起保衛國家嘅重任，日常訓練咁辛苦，伙食就算唔係大魚大肉，都起碼應該要保證足夠嘅卡路里，等佢哋可以食得飽，有體力去應付操練啦。但係喺北韓嘅真實軍營入面，食飽呢2個字根本係一個遙不可及，甚至係奢侈嘅幻想。根據無數歷盡千辛萬苦逃出北韓嘅脫北女兵親口憶述，佢哋每日嘅3餐配給簡直係差劣到令人難以置信。通常就只有一碗極之稀薄、稀到可以照見自己個樣嘅粟米粥，或者係幾塊又硬又苦、吞落肚都會刮喉嚨嘅高粱餅。運氣好嘅日子，可能會有一碗青島見底，入面得幾塊發黃菜葉，面頭浮住幾滴不知名油花嘅所謂鹽水菜湯。肉類呢樣嘢對於普通女兵嚟講，簡直係傳說中嘅食物。一年365日，可能只有喺已故領袖金日成或者金正日嘅冥壽，即係北韓最重要嘅節日太陽節同光明星節嗰幾日，軍隊先至會有特別配給，每人分到手指頭咁大塊嘅豬肉或者幾條魚乾。點解會搞成咁？
除咗因為北韓整個國家本身嘅物資就極度匱乏，農業生產力低下之外，軍隊內部腐敗到極點，盤根錯節嘅貪污文化，亦都係將女兵推向飢餓深淵嘅罪魁禍首。軍隊嘅後勤補給系統充滿住層層剝削，高級軍官會明目張膽咁克扣士兵已經少得可憐嘅口糧，佢哋會將國家撥落嚟嘅優質白米、麵粉同好少少嘅副食品，偷偷地用軍車運走，拎去黑市高價轉賣圖利，賺返嚟嘅錢就落入自己嘅口袋，用嚟買奢侈品或者賄賂更高層嘅官員。結果就係身處最底層，毫無話語權嘅女兵，只能夠承受被無情剝削嘅後果，長期處於極度飢餓嘅狀態。為咗生存落去，為咗平息胃部嗰種仿佛要將自己吞噬嘅絞痛，佢哋不得不放棄所有尊嚴。好多女兵要趁住夜深人靜、四野無人嘅時候，冒住一旦被巡邏兵發現，就會被當場擊斃，或者送入殘酷勞改營嘅巨大風險，偷偷地流出軍營，去附近農民嘅農田度偷挖生薯仔、生蘿蔔食。有啲人甚至會喺山上採摘野草、樹皮，甚至係一啲有毒嘅植物去充飢，結果導致嚴重嘅腸胃炎，甚至食物中毒。長期嚴重嘅營養不良，導致呢班原本應該喺青春期正常發育嘅少女，身體出現不可逆轉嘅毛病。好多女兵去到20幾歲，身高依然停滯喺1.4米幾、1.5米左右，面黃肌瘦，眼窩深陷。接住落嚟，我要講嘅第8個真相，係一個令所有女性聽到都會覺得心痛、震驚，甚至會感到不可思議嘅生理悲劇。喺北韓軍營入面，女兵嘅月事竟然會被自然消滅，甚至被整個軍隊文化視為一種禁忌同麻煩。女性嘅月經本來係身體健康、機能正常運作嘅自然象徵，但係喺嗰個扭曲嘅環境下，卻變成咗一種折磨。因為長期處於極端嘅飢餓狀態，每日攝取嘅卡路里遠遠低於維持生命所需嘅最低標準，再加上每日要面對超負荷嘅體力勞動，以及極度高壓、隨時會受罰嘅精神折磨，呢班女兵嘅身體機能會被迫啟動最原始嘅自我保護機制。為咗保住條命，身體會自動切斷所有非必要嘅生理功能，最直接嘅反應就係嚴重嘅內分泌失調同埋停經。好多17歲入伍、身體本來好健康嘅女仔，入營唔夠半年，月經就完全消失得無影無蹤，直到7年後退伍嗰一日，都未曾再嚟過一次。對於正常社會嘅女性嚟講，無端端停經係身體發出嘅嚴重警號，必須要即刻去睇醫生調理。但係喺北韓軍營裏面，無論係冷血嘅男性長官，定係嗰班已經被折磨到麻木嘅女兵自己，竟然都會覺得停經係一件值得慶幸嘅好事。因為呢樣嘢確確實實為佢哋省卻咗極大嘅麻煩同痛苦。點解咁講？因為北韓軍方根本就唔會為女兵提供任何現代化嘅衛生巾、棉條或者任何基本嘅生理用品。喺高層眼中，女兵只係一件工具，根本唔值得為佢哋花費資源。如果真係有女兵身體底子好少少，仲有月經嚟，佢哋面對嘅將會係極度惡劣嘅衛生災難。佢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將一啲已經着到殘破不堪、穿晒窿嘅舊軍服或者爛棉布剪碎，疊埋一齊當做月經布咁墊住。最恐怖同最唔衛生嘅係呢啲血淋淋嘅破布，喺軍營裏面係完全冇辦法用乾淨嘅熱水同肥皂去徹底清洗消毒嘅。佢哋只可以趁住極少嘅休息時間，走到營區附近冰冷嘅河水，或者係充滿泥沙同昆蟲嘅死水坑入面，偷偷摸摸咁隨便洗幾下，然後將呢啲仲帶住血腥味嘅破布掛喺陰暗、潮濕、根本見唔到陽光嘅床頭或者角落頭等佢乾，之後再反覆重用。你可以想象下，喺咁惡劣嘅衛生條件之下，反覆使用呢啲充滿細菌、霉菌嘅破布，會導致幾咁嚴重嘅婦科感染。好多女兵因此患上嚴重嘅盆腔炎、陰道炎，甚至係子宮頸病變。發炎帶來嘅劇痛同埋高燒，令佢哋痛到飆冷汗，行路都成問題。但係軍隊入面根本冇任何適當嘅醫療支援，醫務室連最基本嘅消炎藥都冇，佢哋只可以咬緊牙關死頂，繼續參與高強度嘅操練同勞動。而嗰啲長期停經嘅女仔，雖然免卻咗月經嘅麻煩，但係因為荷爾蒙長期嚴重失調，子宮同卵巢出現萎縮。即使佢哋日後有命捱過呢7年，退役返到家鄉，好多都已經永久喪失咗生育能力，一世都做唔到媽媽。呢種對女性身體不可逆轉、毀滅性嘅摧殘，完全係制度性嘅暴力，簡直係慘無人道。如果你以為佢哋日日食唔飽，身體虛弱到連月經都停埋，軍方就會大發慈悲，免卻佢哋沉重嘅軍事訓練，咁你就大錯特錯，而且係錯得好交關。
呢個就係我要講嘅第7個真相，名為保家衛國、鍛煉革命意志、實為免費奴隸嘅殘酷強制勞役。喺北韓呢個極權國家，軍隊嘅存在唔單止係用嚟準備打仗或者鎮壓內部，更加係整個國家最龐大、最廉價、最聽話嘅免費勞動力大軍。呢班女兵每日着住粗糙嘅軍服，手上面攞住嘅往往唔係用嚟保衛國家嘅槍械，而係沉甸甸嘅鐵鍬、鋤頭、鐮刀同埋擔挑。由朝早5點鐘天未光，氣溫仲係極度寒冷嘅時候開始，佢哋就會被長官粗暴嘅哨子聲叫醒，然後被好似趕牲口咁趕去執行各種繁重嘅體力勞動。春天同夏天，佢哋要下鄉去農田幫手插秧、除草、收割，因為北韓嘅農業機械化程度極低，所有嘢都要靠人手。秋天同冬天，佢哋要上深山劈柴，為長官嘅辦公室同宿舍準備過冬嘅燃料。更可怕嘅係，佢哋仲要頻繁參與國家級嘅大型基礎建設工程，例如鋪設公路、開鑿隧道、修築堤壩，甚至係起樓。大家喺新聞見到北韓嗰啲標榜千里馬速度起好嘅高樓大廈或者面子工程，背後其實沾滿咗無數士兵嘅血汗。呢班本來就瘦弱不堪嘅女兵，要用佢哋單薄嘅膊頭扛起幾十斤重嘅水泥袋、沙石同磚頭。無論係烈日當空、熱到30幾度嘅酷暑，定係零下20-30度、滴水成冰嘅嚴寒之下，佢哋都要進行長達10幾個鐘頭嘅高強度極限勞動。如果動作慢少少，或者因為體力不支而跌倒，換嚟嘅絕對唔係同情同扶持，而係長官無情嘅毒打、腳踢同埋極難聽嘅辱罵。北韓官方嘅大喇叭會不斷播放激昂嘅軍歌，將呢啲非人嘅勞動美化為建設社會主義強盛大國嘅神聖任務，貫徹最高領導人嘅偉大指示。但實際上，呢班女兵只係被高層壓榨血汗、用完即棄嘅免費工具。好多女兵因為長期缺乏營養，再加上過度勞動，年紀輕輕就已經患上嚴重嘅職業病，腰椎間盤突出，關節嚴重變形。佢哋雙手布滿厚厚嘅老繭、裂痕同埋流膿嘅凍瘡，睇落去完全唔似一雙10幾20歲後生女嘅手。最悲慘嘅係工地嘅安全設施等於零，經常發生塌方、爆炸或者墮樓意外。如果女兵因為工地意外而被活埋、砸斷手腳甚至癱瘓，軍隊係絕對唔會負任何責任嘅。佢哋只會被定性為失去戰鬥力，然後被當成一件冇用嘅廢物咁，草草辦理退役手續，踢出軍隊，冇任何醫療賠償，冇任何生活保障，直接送返鄉下自生自滅。佢哋將人生中最美好嘅青春同埋所有嘅汗水，毫無保留咁奉獻俾呢個國家，換嚟嘅只係滿身傷痛，同埋一生永遠無法痊癒，折磨佢哋下半生嘅後遺症。喺肉體受到極致折磨同摧殘嘅同時，佢哋嘅精神同靈魂同樣經歷緊最可怕、最扭曲嘅扼殺。呢個就係我要講嘅第6個真相：無孔不入嘅極限洗腦同埋互相監視、互相出賣嘅白色恐怖。北韓金氏政權要維持佢絕對嘅獨裁統治，最核心、最耍家嘅手段就係徹底控制人民嘅思想，令所有人變成冇獨立思考能力嘅機器。而喺軍隊呢個封閉嘅環境入面，呢種精神控制同洗腦教育更加係去到登峰造極、令人窒息嘅地步。女兵每日無論經歷咗幾繁重嘅勞動，身體幾咁疲累都好，夜晚返到營房都絕對唔可以即刻休息。佢哋必須要抽大量時間，端端正正咁坐喺度，去背誦金日成、金正日同金正恩嘅偉大語錄、勞動黨嘅歷史以及各項政治方針。呢啲政治學習唔係求其聽下就算，而係要一字不漏咁背熟。定期會有嚴格嘅考核，如果背少一個字或者答錯一條問題，就會受到嚴厲嘅體罰，甚至會牽連全班一齊受罰。佢哋被日以繼夜咁灌輸一種狂熱嘅思想，就係最高領袖就係猶如神一般嘅存在，國家嘅利益絕對高於一切，而自己嘅生命係一文不值嘅，隨時隨地都要準備為保衛領袖而做人肉炸彈。但係比起呢啲疲勞轟炸式嘅洗腦，最令人感到恐懼同絕望嘅係每星期必須進行嘅生活總結會議。呢個制度可以話係北韓政權發明出嚟最邪惡嘅心理控制工具。喺呢個會議上面，氣氛極度肅殺，每個人都要輪流企出嚟。首先要進行深刻嘅自我批判，反省自己過去一個星期有咩做得唔夠好，思想上有咩微小嘅動搖，有咩偏離咗黨嘅指示嘅地方。然後最恐怖、最摧毀人性嘅環節嚟啦，佢哋必須要當眾揭發、指責同批評身邊嘅戰友。喺呢個制度之下，冇人可以獨善其身，
你尋晚半夜見到同房嘅女仔因為掛住屋企人偷偷地流眼淚，你要舉報佢，因為這代表佢革命意志薄弱。你無意中聽到有人私底下抱怨今日嘅粟米粥特別稀，或者勞動太辛苦，你要即刻舉報佢，因為這係對黨嘅不滿。如果你心軟，選擇隱瞞唔舉報別人，一旦被其他人發現，你就會被視為同謀同包庇，遭受比原犯者更嚴厲嘅懲罰，隨時會被扣上反黨反革命嘅帽子。呢種制度徹底摧毀咗人與人之間最基本嘅信任、善良同感情。喺軍營入面，根本冇人敢交真心朋友，每個人望住對方嘅眼神都充滿住防備同猜疑，每個人都隨時可能成為出賣自己或者被自己出賣嘅對象。女兵長期生活喺呢種極度恐懼、神經高度緊繃、草木皆兵嘅狀態之中，精神壓力大到難以想象。唔少入世未深嘅女仔因為承受唔住呢種日夜折磨嘅精神壓力，最終精神崩潰，甚至選擇喺深夜偷偷上吊或者吞老鼠藥，結束自己短暫而悲慘嘅生命。但係對於呢啲悲劇，軍方對外絕對唔會承認係制度殺人，只會將呢啲死亡輕描淡寫咁包裝成因突發疾病逝世，或者隨便捏造一個意外，連佢哋嘅屋企人都冇權追究真相，一條人命就咁無聲無息咁消失。精神上嘅長期高壓折磨，加上物質上嘅極度匱乏，令到佢哋每日居住嘅生活環境變得不堪入目，猶如人間煉獄。呢個就係我要講嘅第5個真相。令人作嘔嘅極劣衛生環境同埋無處不在吸乾佢哋血肉嘅寄生蟲。大家睇電影或者電視，可能以為軍營就算再簡陋，點都會有最基本嘅水電設施，有張乾淨嘅床鋪。但係喺北韓，除咗平壤附近嗰幾個專門用嚟做政治宣傳、俾外國使節參觀嘅樣板軍營之外，絕大部分駐守喺偏遠山區、邊境地帶嘅女兵，佢哋嘅生活環境係原始同惡劣，得令人難以想象。佢哋住嘅所謂營房，好多只係用泥磚或者破木板搭成嘅簡陋平房，入面冇床，幾十個女仔只能夠密密麻麻咁瞓喺冰冷硬生生嘅水泥地，或者鋪住爛草拖嘅木板上面。北韓嘅冬天係極度嚴寒嘅，氣溫經常會跌到零下20-30度，但係營房入面根本連基本嘅暖氣或者火爐都冇，窗戶甚至連玻璃都冇，只能夠用膠紙或者報紙捂住擋風。夜晚瞓覺嘅時候，幾十個女仔只可以着住所有可以着嘅衫，互相緊緊攬埋一齊，靠彼此微弱嘅體溫嚟取暖。每年冬天都會發生女兵因為夜晚凍僵而再醒唔返嘅慘劇。除咗極端嘅寒冷，最令女兵痛苦嘅係洗澡同清潔問題。絕大多數嘅基層軍隊裏面根本冇熱水供應，甚至連最基本嘅自來水喉都冇。女兵通常只可以去營區附近嘅溪澗、水井，甚至係雨後積水嘅泥坑度打水、沖涼、洗面。嗰啲水往往係渾濁不堪，裏面充滿住青蛙、昆蟲嘅屍體、動物嘅排泄物同泥沙。至於肥皂、洗頭水呢啲清潔用品，對於佢哋嚟講係極度奢侈嘅夢幻物品，幾年都未必見過一次。佢哋只能夠用清水同粗糙嘅毛巾隨便擦拭身體。喺咁惡劣、污糟同擁擠嘅環境之下，跳蚤、虱子同床蝨就成為咗每個女兵最親密嘅常客。晚上熄燈之後，本來應該係休息嘅時間，但係整個營房都會充斥住因為極度痕癢而瘋狂扎損皮膚嘅聲音。無數嘅虱子會喺佢哋長期冇洗嘅頭髮、破舊嘅衣服，甚至係私處瘋狂繁殖同爬行。有成功逃脫嘅脫北女兵回憶，嗰種痕癢係鑽心刺骨嘅。佢哋有時半夜痛醒，一晚可以喺自己身上、衫褲嘅接縫位捉到幾十甚至上百隻吸滿血、脹卜卜嘅虱子。每個女兵嘅身上都布滿被咬到紅腫，甚至阻到發炎流膿嘅疤痕。因為缺乏最基本嘅衛生清潔，加上長期飢餓，導致免疫力直降谷底，皮膚病、嚴重嘅腸胃炎，甚至係致命嘅肺結核等傳染病喺軍營入面毫無阻擋咁肆虐。一旦得病，患病嘅女兵通常只能夠被隔離喺一個角落，靠自己殘存嘅生命力死撐。因為軍隊嘅醫務室裏面，除咗一支用過無數次嘅溫度計、少少紅藥水同幾粒早就過期嘅止痛藥之外，根本咩藥都冇。完全係聽天由命，不過紙始終係包唔住火嘅。即使北韓政府用盡全國之力，設立全世界最嚴密嘅網絡同信息封鎖線，企圖將呢啲黑暗真相永遠掩蓋，但係真相總會有曝光嘅一日。這就引申出我哋要講嘅第4個真相，震驚國際社會、徹底戳破謊言嘅軍營真實偷拍片段。
近年來，隨住邊境黑市貿易嘅微弱滲透，一啲極具勇氣嘅內部良心人士，或者係受外國非政府組織委託嘅走私客，冒住一旦被國家安全保衛部捉到，就必定會面臨公開處決，甚至株連九族嘅極大風險。將一啲體積極細嘅微型攝錄機或者走私嘅中國智能電話偷偷帶入北韓，佢哋喺極度危險嘅情況下，將北韓軍營內部士兵日常勞動嘅真實情況偷拍落嚟，並且歷盡千辛萬苦，避過重重關卡同雷區，將呢啲裝滿真相嘅記憶卡偷運出國境。呢啲無比珍貴嘅片段喺互聯網同國際新聞機構流傳曝光之後，猶如原子彈爆炸一樣，引起咗國際社會嘅極大震撼同關注。喺呢啲真實無修飾嘅片段入面，我哋再見唔到平壤閱兵時嗰種精神奕奕、笑容滿面、軍容鼎盛嘅女兵，反而見到一班身穿破爛褪色軍服、骨瘦如柴、面無血色嘅年輕女仔。有啲片段影住佢哋踎喺火車軌旁邊，或者城鎮嘅垃圾堆入面，低住頭，用極度卑微嘅姿態，四圍尋找平民掉棄嘅殘羹剩飯，或者執拾可以當柴燒嘅枯枝落葉。佢哋嘅眼神完全空洞無光，冇任何年輕人應有嘅朝氣，只充滿住深深嘅疲憊、麻木同絕望。每當鏡頭捕捉到有軍官或者糾察隊行過，呢班女兵就會好似受驚嘅小動物一樣，條件反射咁縮埋一角，眼神流露出極度嘅恐懼同順從。其中有一段廣泛流傳、特別令人心碎同震驚嘅片段，影住一個大約只有18、19歲、本來五官好標緻嘅女兵，因為實在太肚餓，餓到失去咗理智，佢竟然喺泥地上面執起一個俾人咬過、已經發黃變黑嘅蘋果核。佢四圍望咗一下，怕俾人見到，然後用污糟嘅衫袖偷偷地抹咗兩下，就急不及待咁塞入口度吞落肚。呢啲毫不掩飾、血淋淋嘅真實畫面，同北韓官方宣傳機器日日夜夜播放嗰啲強大軍隊、無敵勇士、幸福生活嘅假象，形成咗極之強烈、極之諷刺嘅對比。呢啲片段唔單止以鐵一般嘅證據，證明咗過去多年來無數脫北者嘅口述歷史同血淚控訴係千真萬確、絕無半點誇張，更加令到全世界清清楚楚咁睇到，金氏政權所謂嘅軍事強國，完全係建立喺極限剝削、榨乾呢班年輕無辜生命嘅血肉基礎之上嘅。我要講嘅第三個真相，退役後毫無出路、毫無希望，被整個社會無情遺棄嘅悲慘人生。喺北韓呢個極度父權、重男輕女觀念根深蒂固嘅保守社會裏面，女性嘅價值往往只被定義為結婚生仔、相夫教子。當一個女仔喺軍隊裏面白白浪費咗整整7年最青春嘅光陰，退役返到家鄉嘅時候，通常已經係24、25歲。喺當地嘅傳統社會觀念入面，呢個年紀未結婚又冇對象嘅女性，已經被標籤為嫁唔出嘅老女人。加上因為經歷咗7年嘅摧殘，長期從事粗重勞動同埋嚴重營養不良，佢哋外表殘破，皮膚粗糙黝黑，滿身傷病，同一般嬌滴滴嘅女仔完全唔同。更致命嘅係，正如之前所講，好多退伍女兵已經因為停經而永久失去咗生育能力。喺咁嘅條件下，根本冇正常家庭嘅男人願意娶佢哋過門。婚姻呢條路行唔通，咁事業呢？更慘嘅係喺呢漫長嘅7年裏面，佢哋除咗學識點樣開槍、點樣怕糞種地、點樣劈柴，以及倒背如流咁背誦領袖語錄之外，完全冇學過任何文化知識，亦冇掌握任何可以喺現代社會立足嘅一技之長。當佢哋攞住一張退伍證明返到家鄉，國家根本唔會安排任何有薪酬嘅實質工作俾佢哋。喺物資短缺嘅年代，屋企人亦都因為突然多咗一張嘴要食飯，而覺得佢哋係一個沉重嘅經濟負擔，甚至會受到親戚嘅冷言冷語。為咗生存，為咗唔好餓死，好多走投無路嘅退伍女兵被逼走入北韓邊緣嘅地下黑市度做最低賤嘅小販。佢哋要偷偷摸摸咁賣啲走私貨或者自家種嘅農產品，每日都要擔驚受怕，忍受負責管理治安嘅城管同警察嘅無情剝削、勒索同欺凌，賺取微薄到連買1公斤米都唔夠嘅利潤。有啲女兵因為連做小販嘅本錢都冇，甚至被逼從事危險嘅地下勞動。亦有唔少退伍女兵對國家徹底心死，選擇鋌而走險，將生命交俾運氣，嘗試喺冰天雪地之中偷渡過結冰嘅鴨綠江或者圖們江，逃去中國尋找生機。但係等待佢哋嘅往往係另一個深淵。好多偷渡過界嘅女兵，
因為冇合法身份，一過江就不幸被專門從事人口販賣嘅人販子捉住拐賣，以幾千蚊人民幣嘅價錢賣去中國東北偏遠貧窮嘅農村，賣俾啲娶唔到老婆嘅老光棍做洩慾同生育嘅工具。佢哋語言唔通，日夜被鎖喺屋企，由一個國家級嘅地獄調入咗另一個私人嘅地獄。7年嘅青春、血汗同對領袖嘅無限奉獻，換唔到國家嘅一絲憐憫同一毫子補償，換嚟嘅只係被整個社會甚至被時代徹底拋棄。講到呢度，可能大家覺得以上種種肉體同生活上嘅折磨已經夠晒悲慘，但係喺北韓女兵嘅真實經歷入面，有一種傷害係最隱蔽、最難以啟齒，同時亦係最令人髮指、最泯滅人性嘅。呢個就係我要講嘅第二個真相：高層軍官系統性嘅權力霸凌，同埋極度扭曲、令人作嘔嘅潛規則。喺北韓，軍隊呢個講求絕對服從、階級觀念極度森嚴、下級對上級絕對唔可以說不嘅封閉體系入面，男性長官對於基層女兵擁有一切絕對嘅生殺大權。佢哋唔單止掌握住女兵每日嘅口糧分配、伙食好壞、工作崗位嘅安排，最重要、最致命嘅係，佢哋掌握住女兵入黨嘅唯一推薦權。大家要明白，喺北韓呢個以出身成分論英雄嘅社會，如果一個平民能夠成功入黨，就等於攞到咗一面上流社會嘅入場券。對於當兵嘅人嚟講，如果退伍嘅時候能夠帶住黨員嘅身份返到地方，就可以獲分配到相對好嘅國家幹部工作，一生人嘅命運就會徹底改變。相反，如果入唔到黨，退伍之後就永遠只能夠做社會最底層嘅農民或者工人，永無翻身之地。好多品格敗壞、禽獸不如嘅高級軍官就正正看準咗呢一點，利用呢種絕對嘅權力不對等，去對基層女兵進行無底線嘅心理同權力壓榨。佢哋會用額外嘅一個饅頭、幾塊肉、較輕鬆嘅文書、工作崗位，甚至係最令人無法抗拒嘅入黨推薦信作為有嘢，去迫使或者誘騙女兵聽從一切無理嘅要求。好多女兵喺孤立無援、威逼利誘之下，為咗生存，為咗唔想每日喺零下幾十度嘅冰天雪地裏面做非人嘅苦工，或者為咗將來退伍後可以有一條生路，只可以含淚、無奈、屈服。如果有人性格剛烈、膽敢反抗點算？長官有成千上萬種名正言順嘅方法令你生不如死，佢哋可以隨便編造一個理由，安排你去最危險嘅礦洞做苦力，日日克扣你嘅糧食，直到你餓到病倒。甚至最毒辣嘅係誣陷你思想反動，對最高領袖不敬，直接將你送入有入無出嘅政治犯收容所，甚至連累埋你遠喺家鄉嘅父母、兄弟姊妹一齊受罰。喺呢種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嘅險惡環境下，女兵嘅身體同尊嚴被踐踏到體無完膚。發生咗呢啲事，佢哋不敢怒，亦不敢言，完全冇任何投訴機制，只能夠喺每個漆黑寒冷嘅夜晚，匿埋喺被竇入面，獨自吞下血淚。呢種權力腐敗同對女性嘅剝削，絕對唔係個別事件，而係已經滲透到北韓軍隊嘅每一個毛孔，成為咗一個上下皆知、公開但係冇任何人敢提起嘅黑暗秘密。呢啲被摧殘嘅女仔，內心嘅創傷係一世都無法撫平嘅。經過前面9個令人窒息嘅真相，終於我哋嚟到第一位，呢個亦係最恐怖、最深層次、最令人感到深深絕望同心寒嘅真相。呢個真相，我話佢慘過被判死刑100倍，絕對唔誇張，因為佢摧毀嘅唔係肉體，而係人之所以為人嘅本質。而且，就算係而家擁有至高無上、說一不二權力嘅最高領導人金正恩，面對住呢個真相，都係完全無力去改變嘅。呢個真相就係一個令人徹底喪失靈魂、完全無法逃脫嘅系統性、社會性同精神性死亡循環。死刑即係肉體嘅毀滅，雖然可怕，但只係一瞬間嘅事，痛苦好快就會過去。但係北韓女兵正在經歷緊嘅係一種漫長嘅，將一個人嘅靈魂一寸一寸撕裂，將人性徹底磨滅嘅凌遲。最恐怖嘅其實唔係冇飯食、挨餓，唔係做到流血流汗嘅勞役，亦唔係被長官剝削同霸凌。最恐怖嘅係，當一個女兵喺經歷咗長達7年咁多非人折磨，青春同健康被徹底摧毀之後，因為長期接受極端嘅洗腦教育，佢嘅內心深處竟然仍然深信呢一切嘅苦難都係理所當然嘅。佢哋真係會覺得自己為咗保衛偉大嘅領袖，為咗建設社會主義祖國而受苦、挨餓甚至犧牲，係一種無上嘅光榮。
北韓嘅極權體制最成功亦最邪惡嘅地方，就係成功咁將受害者洗腦成體制嘅狂熱擁護者，令奴隸愛上咗困住自己嘅枷鎖。佢哋完全失去咗獨立思考嘅能力，失去咗對正常美好生活嘅追求同認知。佢哋嘅青春、健康、尊嚴被國家機器徹底榨乾，咀嚼完再當垃圾咁吐出嚟之後，佢哋仲要對住嗰個剝削佢哋嘅政權感恩戴德，高呼萬歲。你可以想象下呢種對人類心智嘅徹底扭曲係幾咁令人毛骨悚然。而更悲慘嘅係，當有朝一日其中少數人因為接觸到外界嘅訊息，或者成功逃脫去到自由世界，突然清醒過嚟，意識到自己被最信任嘅國家欺騙咗一世。嗰種信仰瞬間徹底崩塌嘅痛苦，嗰種發現自己最寶貴嘅青春，自己所受嘅一切非人折磨，原來只係為咗維持一個獨裁家族奢華生活嘅一場極大笑話，嗰種夾雜住悔恨、憤怒同無力嘅絕望感，絕對比肉體上直接執行死刑痛苦100倍。好多脫北者終其一生都走唔出呢個心理創傷。